1923年起，咧嘉义义德的洪清江古厝是嘉义县的县定古迹，嘛是前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洪启辉伊的祖厝。也伫咧2014年修复好势了后，为着要维护这间古厝，古厝的家族啊，唔但是成立文化艺术基金会，举办奖项，要来表扬做公益、照顾偏乡的人。安尼做就是希望讲，唔但会当维护古迹，嘛会当甲因家族的祖训传承落去。 厝住伫大门口小街这个所在背景甲历史，嘉义县义德乡的洪清江古厝，2008年的时阵登录做嘉义县的县定古迹，经过6档的整修，才互这间有西洋、日本甲闽南风格建筑，才做是互人入捌在地历史的古迹。阮都有这个机会来这参访，来看英国的物件，了解咱这古早厝，咱英国时代人迄老一辈吼，因的古厝是安怎，咱感觉足生知识的，知影这古厝的好处。这个建筑的风格有伊的特殊，所以因为你咱的人文这方面祖先的对地方贡献的事迹，甲咱这个建筑的特殊风格。 才互政府指定这个古迹。为着要来维护这个古迹，因的家族唔但成立文化艺术基金会，隔2档个月来举办一届全国性的表扬活动，颁奖予义利社会照顾偏乡的人。这个奖除了要来传承家族的精神，嘛希望传播对社会有意义的公益事件。咱会当将人应该有的一种会当回馈社会这种功德来传扬。阮的祖训就是厚德载物嘛。 高德奖这个奖就是咧鼓励咱一般的人益利社会，贡献这偏乡所付出的这德行啦洪清江伫日本时代就是义德地区的首长，替地方建立发展的基础。这间古厝会当讲是见证义德乡发展的历史。洪英辉表示，祖先唔但留这间厝，佮替因留做人做代志的态度，希望当透过这个古迹继续来传承这个精神。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